呢啲先叫電影，一個人頂成支軍隊。就算係幾年前嘅片，依家睇翻一樣咁精彩，仲好睇過試仔。佢叫高佬全，係個僱傭兵，專門接啲翹口慘手嘅單，當然價錢肯定貴啲。幾日前，印度毒販個仔雞行俾人捉咗，專業嘅嘢就要揾專業嘅人做，明顯高佬全就係至啱嘅人選。敵人叫喪彪，係孟加拉最大毒販，喺佢地頭救個僆仔難度好大，收得錢再難都要上。高佬全嚟到藏心嘅竇，見過雞行冇穿冇爛，就出去攞錢，啱行兩步，狙擊手殺咗一個，另一個同樣俾高佬全搞掂，攞咗支 AK 殺翻轉頭，人擋殺人，佛擋殺佛，槍聲驚動咗出邊嘅馬仔，放心有狙擊手執手尾，高佬全兩三下搞掂屋入邊嘅馬仔，救咗雞行出去，將佢放喺車尾箱。同時喪彪收到風，即刻叫人封鎖全市。高佬全開到第二個地方，換過套工作服，呢套先係開工着嘅，跟住拍錄像，驗明正身，準備同雞行撤退。船上嘅隊員已經準備好，大眼雞叫細佬打俾客戶，7分鐘內過埋啲尾數，一切都按計劃進行。冇諗到出咗意外，首先轉賬一啲動靜都冇，然後船員俾人冧咗。大眼雞叫細佬再打多次，呢次聽都唔聽，佢知道呢次俾人跣咗，叫高佬全咪喐住，狙擊手都釘埋。樹林仲有其他人嚟緊高佬全呢邊，見到唔對路即時撤退。大眼雞派咗直升機嚟接人。樹林條友係傻強，佢係印度毒販隻馬。高佬全同雞行上翻車走，前邊有差佬截住，唯有褪後。傻強搶咗架警車，一邊追一邊殺差佬。高佬全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焗住落車用腳行。幾個軍佬跟住尾上樓，高佬全秒殺一個軍佬，又有幾個嚟咗。雞行嚇到佢死自己走，眨下眼高佬全搞掂嗰班軍佬，兩個上到樓頂，跳過隔離棟樓喺上邊行落去，點知傻強等緊佢，兩個隻抽鬥得旗鼓相當，喺2樓打到落地下，跟住睇下邊個刀法犀利。事實證明高佬全勁啲，可惜俾架車炒低咗。雞行俾差佬捉咗，傻強殺咗幾條差佬搶翻佢，突然俾架車炒低，高佬全接翻雞行，開架爛貨車撤退，後邊有車咬住唔放，嚟到橋底兩個跳車走，高佬全傷得好重，兩個喺間房匿埋。喪彪嚟現場睇過，佢哋未死，不過重傷，叫班靚妹支槍對準佢。高佬全簡單處理下傷口。大眼雞打嚟，傻強係前特種部隊，佢哋俾人跣咗鑊金嘅，第二次轉賬1毫子都冇，其他隊員全部釘晒，依家成個城市封鎖咗。大橋東邊有笪吉地，佢會派直升機接佢，距離有4公里咁遠。大眼雞叫佢抌咗雞行，反正都冇錢收。高佬全唔想放棄佢，銀紙佢會諗辦法。另一邊傻強死唔去，不過佢估到呢次條命凍過水，打俾老婆叫佢出年清明燒多啲元寶蠟燭香。直升機已經出動，高佬全即時出發，啱撻咗架車，有班靚仔殺過嚟，嘥咗啲時間搞掂班蛙鬼，兩個捐入條坑渠，臭到爭啲頂唔住，打俾大眼雞叫狗仔超幫拖。高佬全救過佢，絕對唔會托手踭。一陣間狗仔超開架霸道嚟接佢哋，沖個涼換件衫舒服好多。狗仔超話翻去同老婆有幾億生意針。高佬全上房睇下雞行，傾開先知佢有老婆有個仔，不過5年前死咗，病死嘅。半夜狗仔超翻轉頭叫高佬全搞掂雞行，喪彪出1000萬買佢條命。事成之後一人一半，高佬全當然唔制啦，兩個打起身，佢受咗傷好蝕底，點知雞行射咗2槍，狗仔超釘咗。呢次係佢咁大個仔第一次殺人，佢想翻屋企。高佬全打俾傻強要合作，第二朝天未光兩個見面，傻強負責送雞行走，佢喺樓上邊掩護，先炸咗幾架車，再猛咁射。傻強趁亂衝出去，班軍佬衝上樓要殺高佬全，行咗陣傻強架車行唔到啦，唯有落地行，只要過咗橋就安全。講就易，做就好難。喪彪喺樓頂及住，見唔到雞行。呢個時候大眼雞攞埋 RPG 支援，本嚟傻強過咗關啦，點知有個腎仔要檢查佢哋，傻強連開幾槍搞掂3個腎仔，跟住同班軍佬搏火。喪彪叫濕熱潮派2隊兵過去，呢邊高佬全喺樓上殺落去，冇人擋得到佢，直頭殺到黐線。喪彪出動直升機，傻強叫雞行喺車匿埋咪亂喐，佢引開敵人，不過直升機火力好猛，根本頂唔住。同時大眼雞帶人嚟緊，傻強叫高佬全支援，佢自己都周身蟻，邊行得開。大眼雞用 RPG 炸咗直升機，同時高佬全搞掂市場班軍佬，殺翻出去準備支援傻強。佢哋嘅直升機2分鐘後到，高佬全一路殺過去，傻強俾人圍攻好慘，雞行頂唔住落車走佬，傻強再殺2件，下一秒俾濕熱潮追死，直升機都俾佢攻擊，高佬全繼續向前行。大眼雞揾緊濕熱潮嘅位置，高佬全中咗槍，濕熱潮諗住補飛，大眼雞終於揾到個位置，一槍爆頭，挨到依家高佬全就嚟唔得啦。雞行嚟睇佢，兩個建立咗深厚嘅友誼。高佬全叫佢搏命跑去直升機嗰度，大眼雞佢哋繼續清理其他敵人。一陣間直
升機落地，雞行跑咗過去，大眼雞接咗佢，高佬全仲喺度死頂，冇諗到俾個僆仔打中條頸。呢個時候諗翻起個仔，佢跌咗落河，大眼雞佢哋上直升機走咗，眨下眼8個月後喺酒店屎坑度，大眼雞殺咗喪標，當係幫高佬全報仇。呢出電影相當精彩，講真，如果唔係傻強叉隻腳入嚟，可能半個鐘就大結局。